各位同學大家好啊！數學補習 Window Sir 啦，今日教一個喺 DSE 專用嘅求職法公式啊，就係我哋揾一個線形嘅面積嗱。以前咧細個喺初中年代，大家就可能會學係叫做派 R 以至乘翻呢一個比例啦，係咪？但係如果唔俾呢一個 theta，其實都有方法㗎，就係我而家有呢個弧長加半徑，就可以運用1/2半徑乘弧長。就直接出到個面積㗎啦。嗱，呢一條嘅公式咧，大家係一定要背㗎啦。咁你話考試係咪真係會用咧？我哋睇睇最新今年2025 DSE MC 第15題。嗱，而家題目就咁講㗎，有一個線形 OMN 啊，俾咗個周界叫做12派 ，O 係個圓心啦，咁個半徑就係叫做3派。咁我哋睇睇嗱，以呢一幅圖為例，即係咁講啦嗱。周界即係呢三條加埋叫12派嗱，如果半徑叫做3派，即係呢度係3派，呢度係3派，咁弧長12派減3派減3派，即係叫做6派啦，得唔得？咁跟住我哋睇睇個 Statement 1問啲乜嘢咯喎，佢就問我哋個面積係幾多？你睇唔睇到啊？嗱，而家題目就係俾咗個半徑同埋個弧長，跟住問你個面積，咁我哋就可以直接用翻呢一條公式啦。咁所以而家呢一個嘅面積 area。就應該會等於1/2，跟住係弧長，然後係半徑，咁就會叫做9派嘅2次。咁所以 Statement 1咧就啱啦，得唔得 ？OK 嗱，各位同學，你哋要明白一樣嘢 ，DSE 數學科唔係考緊你數學叻定唔叻，而係你知唔知要學啲乜嘢。學校係冇教㗎，喺初中嘅年代呢一啲公式係唔存在㗎。但係如果你能夠學咗呢一啲嘅技能，咁你考 DSE 咧就會比較得心應手啦。咁你攞到5以上嘅機會咧，就比其他冇學嘅同學就大好多啦，得唔得？各位同學，如果你哋想學更多關於求職法 DSE 要嘅技術，歡迎參加我哋嘅 2-day free course， 唔係1天係2天嘅免費課程。OK， 我哋會喺課堂上面咧傳授求職法同埋其餘3個 DSE 重點課題你需要學嘅技術。各位同學，課堂見。